你哋日日盼住行情暴跌，41萬8揸 GLE 轎跑啦，新款啊！呢架改咗紅龍嘅，冚晒成套 AMG 包圍嘅，賣緊56萬8，點賣啊？兩架都係記售嘅，睇啲記售車神仙打交，我最開心啦！21年39000公里嘅 GLE 350豪華版，咁中配啦，屬於有隻20寸大鈴啦。呢部車仲揀咗個紅色油漆，就喺室內睇咧，同埋太陽射住睇兩隻色嚟嘅。咁裏邊有空氣避震、底盤升降嘅。咁豪華版仲會有360度滑車影像啊、電動方向盤調節啊呢啲配置吓。因為 GLE 轎跑咧20、21、22、23都係生同一個樣嘅，咁揀部年份舊啲嘅咧，價錢就肯定抵買好多啦。平嘅原因除咗係顏色冷門之外咧，咁隻機蓋出險換過嘅，3萬幾蚊嘅理賠記錄，大部車係過咗第三方嘅，有重大事故即係4梁6柱有切割焊接啊，成啊嗰啲結構性損傷嘅咧，就唔會出現喺呢個展廳嘅吓。講緊一部 GLC 嘅價錢，揸部高一個 level 嘅選擇，咁我覺得呢啲轎跑咧性價比真係好高嘅。咁當然40幾萬，喺我度你卡宴都買到啦。19年嘅嗱，呢架車就係衰在個米籠，然後又有啲噴漆咁啦。19年6萬幾公里貨，49萬8，差幾萬蚊嘅。講嚟講去，我都係說服唔到自己揀嗰部改咗紅龍賣緊56萬8嘅 GLE 450轎跑。所以如果車主碌到我呢條視頻，係咪應該要調一調價錢呢？呢架帶住隱形車衣嘅 GLE 350豪華轎跑41萬8，咁今期翻咗嚟都有10部8部新車嘅，下一期帶你睇睇其他靚貨。